夠，你真係以為憑幾條精密到好似火箭發射咁嘅數學公式，就可以喺呢片用咗幾百年鮮血同眼淚堆砌出嚟嘅澳門土地上面，夠贏走莊家嗰副鋪謀定計嘅身家？你信咩？濠江呢個地方入夜之後，燈光靚到你眼花，金光大道霓虹一條一條打落嚟，夠照到成條街好似整咗金咁，豪車泊晒喺門口，保時捷、法拉利隨便一架都夠你供樓供幾世，空氣入面飆住香水味，夠混住幾錢煙味，仲有一種你講唔出嚟嘅，屬於呢個地方獨有嘅氣味，係特望嘅氣味。呢度嘅夜唔會黑，呢度嘅人唔會瞓。夠，但係你有冇諗過呢個城市底下其實埋咗幾多具聰明人嘅屍骨？我喺呢行行咗好多年，見過太多，夠太多自命不凡嘅聰明人，帶住一副我一定得嘅嘴臉行入嚟嗰間鬥場，最後帶住一副點解會咁嘅面具行出去。夠，呢度最唔缺嘅就係聰明人，呢度最缺嘅係識得幾時走嘅人。今日我要同你講嘅呢班人唔係一般嘅爛地鬼。夠，你千祈唔好用你對輸打贏要嘅鬥仔嘅眼光去睇佢哋，佢哋唔係，佢哋自稱投資家，自稱數學家。夠，佢哋唔覺得自己喺鬥錢，佢哋覺得自己喺做一場精密到不能再精密嘅套利。呢班人我哋叫佢做蒙米軍團。夠，點解叫銀蟻？因為佢哋每一個人都好似銀蟻搬家咁，分工清晰，各司其職，冇一個係多餘嘅，冇一個係得閒企喺度睇戲嘅。夠，軍團入面有個老 K， 呢個人唔賭你聽清楚，佢一鋪都唔落，佢淨係坐喺後面捧住個平板電腦，眼神冷到好似冰塊。夠，佢係軍師，係大佬，成個作戰計劃由頭到尾都係佢一個人導出嚟，仲有個叫財神嘅呢個人管錢，每一蚊出去，每一蚊入嚟，夠佢都記得一清二楚。佢個人冷靜到有啲不近人情，你問佢輸咗幾多，佢唔會皺一下眉頭，淨係 report 翻個數字俾你聽。夠，好似讀緊財經新聞咁。仲有個叫打眼嘅負責定查，邊個荷官出千張快，邊張台嘅路數比較順，邊個時段人流少方便落重注。夠，全部係佢一個人踩晒場，逐間鬥場去摸，剩低嗰4個係機器人操作手，冇表情冇情緒，跟指令落注。夠，準確到好似機械人咁。你話呢個陣容係唔係好似復仇者聯盟入嚟踢館？佢哋嘅武器唔係拳頭，唔係運氣，佢哋嘅武器夠係數學。佢哋研究過斐波那契數列，講緊贏輸落注嘅增減比例。佢哋先過大數據統計，話依家啲鬥台嘅路數係有跡可循。夠，佢哋暗地裏仲用緊海利公式嗰套邏輯去計每一鋪應該落幾多注，先至可以將風險壓到最低，回報放到最大。聽落好深奧，夠係咪？其實講到尾，佢哋嘅信念好簡單，只要1+1等於2，長線咁落去一定贏。時間站喺佢哋嗰邊，數學站喺佢哋嗰邊。夠，佢哋覺得自己已經贏緊240萬本金，佢哋唔會一次過孤注一擲。佢哋分成4組，每組60萬，每一組之間設好防火牆。夠，一組輸到某個數即刻停，唔會影響到第二組成套嘢，好似流水線咁運作，冇一個環節係憑感覺行事。你有冇諗過？夠，賭博原來可以做到喎。
咁企業化頭2年，佢哋嘅確順風順水，贏咗莊家唔知幾多次小錢。每一次收工，佢哋計數就發現係贏緊嘅，而且贏嘅速度慢慢加快，嗰種感覺好上頭。每一次贏錢就都好似印證緊自己嘅公式係啱嘅，自己嘅計劃係天衣無縫嘅。佢哋開始覺得自己揾到咗一條可以喺呢個城市入面就穩賺不保嘅路。老 K 喺一次慶功嗰陣講咗一句嘢：D 場入面冇必勝法，只有必勝嘅人。講完呢句嘢，成班人碰杯就笑到好開心。但係我行咗咁多年江湖，見過嘅嘢多咗，我心入面淨係諗緊一句：莊家從來唔驚你贏，莊家就最驚你唔嚟呢班能偽軍團，以為自己係詩人，以為自己拎住把最崇利嘅刀行入呢個水林，準備大殺四方。但係喺莊家嘅眼入面，佢哋只係一群養咗2年，準備過年嗰陣先至落刀嘅肥豬。肥豬愈養愈肥，愈有信心，愈唔知死。想唔想知道呢套所謂必勝法係點樣喺一個禮拜之內輸到連渣都冇剩返？想唔想睇清楚呢班自命不凡嘅投資家最後係點樣一步一步行入自己都冇為意嘅陷阱入面？即刻訂閱我，跟埋我一齊行入呢個充滿人性混沌嘅心輪。呢個故事仲有好多嘢未講俾你聽。刀場入面冇神，你以為啲人求神拜佛，門口個彌勒佛，路口嗰個土地公真係會保佑到邊個？唔會。呢度真正嘅神只有2個字：概率。而莊家就係呢個神嘅代言人。你要明白一樣嘢，莊家嘅底牌唔係出千，唔係手法，係結果大數定律。聽落好學術，講穿咗好簡單。鋪數愈多，優勢愈實在。莊家本金無限，你嘅本金有限。莊家仲有抽水，仲有限。紅你贏，佢俾翻啲小錢你，你輸佢照收唔誤。呢個遊戲由第一日開始設計嗰陣已經寫定你輸嘅結局。你嘅公式喺理論上可能真係啱嘅，但係理論上嘅成功喺呢種國可勝不敗面前一文不值。你贏極都係贏粒糖，你輸一鋪可能係輸粒命。問偽軍團就喺呢個星期一撞正咗嗰晚，刀場入面冷氣開得好大，凍到啲人手臂起晒雞皮。何官企喺台後面，一個表情都冇，隻手好熟練咁吞牌、開牌、派牌，動作快到你眼都跟唔切。啪一聲牌拍落台面，全場靜晒，得返呢種聲音，一下一下咁好似倒數緊咩嘢。路子開始出現一種嘢，單跳裝閒裝閒裝閒，跳到你眼花，跳咗幾鋪之後，又忽然間轉做長龍，一條龍咁長落去，閒。呢種牌路講出嚟嚇死人，係百年一遇嘅死穴路。你嘅公式係按住正常分佈嚟計嘅，但係黑天鵝呢種嘢就係唔跟你正常分佈，行4個機器人操作手，眼定定咁睇住個路子，手指不受控咁篤緊計數機。財神嗰部平板電腦個紅色數字不斷跳緊，好似心跳咁，越跳越快。20分鐘得返20分鐘，第一組60萬，全數飛灰煙滅。我講嗰種感覺，你冇經歷過，好難明。唔係嗰種輸錢嘅肉赤，係嗰種你成個信仰喺你眼前一秒一秒咁崩潰嘅感覺。你成日話俾自己聽嘅嘢，原來全部係假嘅。嗰一刻
你聽到自己心跳聲大過刀場入面所有嘈雜聲，你隻手凍晒，但係額頭反而電晒汗。阿 B 係其中一個機器人操作手，第一個頂唔順，佢企起身，聲音有啲弄話，要換場。老 K 坐喺後面，本來冷到好似冰塊嘅一張面，呢一刻都出現咗一絲裂痕。佢隻手指握住支筆，關節都握到發晒白，換定唔換？呢個問題睇落好簡單，但係你自己諗諗，你辛辛苦苦計咗幾年公式，訓練咗幾年紀律，20分鐘之內俾人打到七零八落，你係唔係應該相信自己嘅公式，繼續死磕落去？等呢個百年一遇快啲顧好，定係你認清現實認命，即刻抽身走人？換着係你會點揀？留言講下你嘅生存法則俾我知。老 K 最後冇換場，佢深呼吸咗一下，聲音好平靜，話呢個係波動，唔係失效，頂多再輸一組。星期三第二次撞正死穴牌路。呢一次冇之前咁好彩，冇機會慢慢分析。荷官照樣攤牌開牌，冷冰冰咁重複緊個動作，好似機械咁，冇任何情緒。但係台面對面4個機器人操作手，隻手已經開始震。原本畫得工工整整嘅落注表格，變到皺皺地有汗漬印落去。莊家根本唔需要出千，莊家淨係要靜靜咁坐喺度睇住你嘅情緒，一步一步咁將你吞噬。你會發覺你連自己嘅呼吸都控制唔到，胸口好似俾人揸住咁透唔到氣。原本堅持嘅鐵嘅紀律喺呢一刻變咗一句喪鐘。佢哋以為自己喺止損，其實佢哋只係喺止血，一路流血，一路用布蓋住個傷口，冇認清個傷口，其實已經傷及要害。真正嘅止損係承認你嗰套系統已經失效，即刻抽身，1蚊都唔再落。但係佢哋揀咗最危險嘅一條路，加住想用多啲籌碼去填翻個窿。呢個時候嘅人性最脆弱。當你嘅信仰崩潰嗰一刻，你會急住揾個藉口嚟安慰自己，會急住去證明自己之前所有嘅堅持唔係一場笑話。廉毅軍團最後嗰場絕望嘅豪鬥，竟然就係建立喺一個最幼稚、最不堪一擊嘅念頭上面。想知道嗰個念頭究竟係咩？想睇清楚佢哋最後一夜係點樣一步一步行入自己親手挖出嚟嘅墳墓？即刻訂閱，跟我一齊睇呢場毀滅性嘅終局。道場依然人聲鼎沸，但係銀蟻軍團嗰張台已經冇晒之前嗰種井井有條嘅氣氛，4張面全部青晒，財神部平板電腦已經冇再心平氣和咁報數，佢淨係盯住個熒幕，一句嘢都講唔出。老 K 企喺台前，隻手拎住最後一疊籌碼。呢一刻嘅佢同2年前嗰個冷靜到令人心寒嘅軍師已經係2個人。佢眼神疏散，額頭全部係汗，隻手震到連籌碼都拎唔穩。佢冇再計數，佢冇再睇路紙，佢淨係將手上最後一嚿本金全部推咗出去，一鋪清。呢一刻佢同外面嗰啲輸到攞條命去搏嗰啲爛咒鬼已經冇任何分別。所謂嘅數學家、投資家喺呢一刻通通褪翻去做翻最原始嗰種抌紅晒眼嘅地仔。荷官依然係嗰個表情，一啲情緒都冇。佢隻手簽牌開牌動作一如既往咁流暢，牌面反開嗰一刻，成張台靜到你聽到自己個心跳聲紅色。
夠。電子顯示屏跳出嚟一個紅色嘅裝置，2年時間，佢哋建立起嚟嘅一套體系喺呢1秒鐘冧晒嗰種崩潰感。夠，係毀滅性嘅，唔係因為輸咗嗰筆錢，係因為佢哋發現自己一直奉為真理嘅嗰套公式喺極端行情面前脆弱到好似一張紙咁，夠一撕就爛。原來佢哋一直信奉嘅嘢係假嘅。其實你以為刀場淨係靠人手同運氣去贏你依家嘅刀場，夠，背後有一套你估唔到嘅高科技系統。呢套系統唔係用嚟捉出千嘅，係用嚟收集數據嘅。你落注嘅習慣，你入場嘅時機，夠，你見到單跳定長龍嗰陣嘅反應速度，全部一早已經俾後台嘅演算法記錄晒落去。當你嘅行為模式變到可以預測嗰一刻，夠，你已經輸咗一半。你以為自己係獨立思考嘅個體，其實喺數據面前，你只係一組會重複出現嘅行為軌跡。我行呢行咁多年，就見過好多人帶住一個必勝法入嚟，但係我未見過邊個係真真正正靠一套公式長期贏過東牆。有個東王就講過一句好有智慧嘅說話，大意係話喺低桌上面真正贏錢嘅方法只有一個，就係自己擁有奸佞低場。你坐喺低客嗰一邊，就永遠都係輸多贏少。呢句說話講到底講嘅唔止係賭錢，財富呢樣嘢一定要靠雙手同智慧一步一步咁去創造。夠嗰啲你以為可以一夜暴富嘅無根之錢來得快，去得亦都快。你今日靠撲贏翻嚟嘅嘢，聽日一樣可以靠撲夠，全部俾人攞翻晒去普通人嘅避風港，永遠都唔會喺鬥桌上面踏踏實實行好每一日，先至係真正嘅安身立命之道。夠，議軍團嘅故事講完啦，但係我希望呢個故事唔淨止係一個故事，佢應該成為掛喺你我心頭嗰把達摩克利斯之劍，夠時時刻刻提醒緊你自己，真正嘅強者唔係贏咗莊家幾多錢，係佢一開始就從來冇俾機會刀場贏到自己人生。夠，唔係一場百家樂。你唔需要每一鋪都跟學識拒絕誘惑，喺重重圈套入面保持清醒嘅頭腦，呢個先至係人生入面最大嘅智慧。夠，如果你覺得今日呢篇拆解幫你睇清咗啲嘢，記得訂閱、點讚、分享俾你身邊嗰啲仲諗住要揾快錢嘅朋友。